星光伴讀，楊岳橋案底有令你嘅人生更精彩嗎？作者李嫣。3月28號，原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刑滿，靜雞雞咁樣出獄。楊岳橋呢就因為非法初選案開審之前認罪，判監5年1個月。刑期係輕係重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答案。而筆者嘅答案呢，就係有啲人因為某一項罪名而入獄，但係佢嘅罪遠遠都唔止呢啲罪名。如果話違法佔中搞手孭住法律學者名頭嘅戴耀廷，佢最惡劣之處呢，唔止係煽惑搞事、顛覆國家政權，更加係嗰句違法達義。因為呢一句話，違法喺某啲人嘅眼中咧，變成理所當然，只係為咗達到少數人心目中嘅所謂公義。呢句說話徹底打開咗年輕人以身試法嘅潘朵拉盒子。2019年7月中，即係黑暴年代，前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對住港大嘅學生話：暴力有時可能係解決問題嘅方法。講完之後，露齒笑容燦爛，顧盼自豪。而自嗰陣時開始呢，黑暴一日比一日惡化，一日比一日暴力。唔知道當時有幾多人受到梁大壯嘅感染，覺得要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呢？咁至於楊岳橋啦，呢個小小嘅大律師，佢最大嘅手筆可能呢，就係帶領公民黨走上街頭，將反對派絕無僅有嘅理性變成惡性。而佢嗰句口嗨講出嚟嘅案底令人生更精彩，可能比嗰啲大事嘅殺傷力更加之大。哪怕呢一句說話呢，楊岳橋講完之後自知失言道歉，但係危險嘅因子已經種下，成為往後動盪歲月嘅其中一份助燃劑。睇翻轉頭，對香港物理破壞力最大嘅係黑衣暴徒，仲有嗰啲走咗佬之後用盡方法去搞香港，甚至做帶路黨邀請外國制裁香港嘅衰人。但係對香港社會精神破壞力最大嘅，筆者一定會話係楊岳橋、梁家傑、戴耀廷之類披住人形外衣嘅法律人，爭相散佈同守法背道而馳嘅理念，然後呢就扮自己係理性、冷靜、以法論法。呢種人好得人驚。睇到楊岳橋放監之後，有類似自傳式嘅報導，列出咗楊岳橋2003年受到公民黨嘅啟蒙，死命咁樣反23條。仲回顧咗佢多年嚟嘅所作所為，你會睇到有啲法律人行歪咗，影響咗之後嘅人，而呢啲之後嘅人成為咗法律人呢，同樣都行歪咗，亦都影響再之後嘅人，形成一個恐怖嘅循環。喺2016年立法會補選，楊岳橋講過，獨立嘅司法系統，若果有人想搞佢 over my dead body， 用呢句說話嚟回應佢守護法治。10年之後睇翻呢一句金句，楊岳橋睇見自己成為破壞法律嘅一份子，唔知道佢會唔會笑住笑住就喊咗出嚟呢？